各位網友，你哋好，我係阿圖。今次講下今次第三次貿易戰，稀土同限制出口。咁前兩次係乜嘢咧？前兩次原來2005年嘅時候咧，當國家啱啱初加入呢個世貿組織嘅時候咧，國家對世貿嘅規矩都係未好熟嘅。當時嘅呢個馬鈴薯澱粉呢個行業咧，就有同行咧就發現到歐盟買入嚟嘅中國嘅馬鈴薯澱粉咧係傾銷價嚟嘅，有國家補貼嘅，佢個價錢咧遠低於我哋嘅成本嘅。咁我哋要向 WTO 揭發佢，告佢傾銷嘅。咁但係告呢個 WTO 告咧，最低嘅成本係6000萬人民幣。咁啊，同學個個都話要告，不過個個都唔夾錢。咁啊，最後呢間公司咧就要自己揞袋。咁6000萬咧就足以令佢執笠㗎啦，但係佢都告贏咗，佢好有能力。咁但係國家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國家就參與咗呢件事，唔再俾佢孤軍作戰啦。咁原來咧呢啲咁嘅馬鈴薯嘅澱粉啊、豌豆澱粉啊呢啲補貼咧，喺加拿大啊呢啲國家咧係國策嚟嘅。佢年你罰佢都好啦，佢都照樣補貼嘅。咁啊罰到舊年2024年咧，罰佢56%呢個傾銷稅，擺傾銷稅。咁如果你唔一路國家跟進咧，個人係冇能力跟進嘅。咁你國家唔罰佢咧，就白白唔罰佢。咁亦都佢賣得平過晒你啲公司咧，你啲公司就執笠㗎啦。咁啊，第一做次嘅呢個炒出嚟嘅一個貿易衝突嘅解決。咁第二樣咧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嘅碳纖維啦。原來咧10幾年前碳纖維咧得全世界得一間公司賣碳纖維嘅啫，就係日本嘅東麗公司，佢佔咗90% 嘅碳纖維生產，有5% 咧就係佢喺呢個波音公司嗰度咧開咗條生產線益美國佬嘅。咁另外5% 咧就係德國佬咧就係爭氣，自己做咗好多碳纖維生產嘅細間嘅公司，就供應俾呢個空中巴士，大家都係得5% 嘅啫。咁以前咧，我哋中國去買啲碳纖維咧，係做魚竿啊，做體育用品啊，做球拍啊咁嘅啫。但後來咧，我哋啲飛機技術啊，同埋太空站啊呢啲產品需要求放嘅時候咧，就要買碳纖維嘅原絲翻嚟壓模啦。咁當你買原絲壓模嘅時候咧，想做飛機身，想做太空站嗰啲機廠嘅時候咧，佢就扭計啦，唔賣俾你，唔賣俾你又一間話佢從來唔會話唔賣嘅，只係話冇貨嘅啫。咁到咗後期咧，咁我哋原來發覺我哋國家咧有成10間公司咧，包括一啲魚竿啊、一啲運動用品嗰啲公司咧，就係同呢個德國咧買咗好多嗰啲，即係佢退役落嚟嗰啲最基本 TR300嗰啲原絲生產嘅碳纖維生產線翻嚟。咁開始咧就冇嘅時候都要用啊，佢唔肯賣俾你啦，最多差啲啫，諗下辦法啦，係嘛？壓多兩針啦。咁佢發覺到你有得賣嘅時候咧，佢就走落嚟咧，開咗2間公司，中國名嘅，不過係日本公司，其實係佢嘅公司嚟嘅，就用平過晒你好多好多嘅價錢，因為你個成本要啊嘛，平過你成本頂死你哋。咁其實當時咧國家科學院咧係有研究緊碳纖維嘅。咁而呢啲公司咧，剩翻2間，最後剩翻神英同埋光威。咁佢哋去咗光威去咗揾呢個院士，喂，人哋殺死晒我哋咯，點算啊？咁啊，商務部咧就介入，就俾津貼呢2間公司。咁你哋啲碳纖維生產咗咧，唔好再賣出市面，只係俾翻自己啲魚竿同埋嗰啲體育用品用算啦，就匿埋嚟到進步，同埋加以呢個。國家研究院幫手去研究呢個碳纖維嘅生產，咁啊最終咧嗰個碳纖維嘅生產咧去到而家佢日本呢個東麗公司係生產緊1006量產 TR1006，咁其實 TR1002咧已經所有我哋物品都 cover 晒嘅啦，咁啊88啊已經係做到好飛機啊嗰啲嘢嘅啦。咁而家個形勢咧就係中國佔咗35%。日本咧佔翻55%，而美國同埋
德國咧冇進步，繼續5%供應佢嗰兩間公司飛機公司。咁我哋中國咧就冇資格去賣去爭生意嘅，但係咧就唔使求佢啦，就我哋嘅飛機啊，我哋嘅太空站啊，我哋嘅火箭、太空船啊都夠用啊。咁呢次係一個好大嘅勝利嚟嘅。咁而家講到而家第3次咧，就係我哋嘅稀土。我哋稀土呢次玩得好好嘅，玩得出神入化。我哋就唔係禁止，因為15年我哋禁止過一次嘅，當時同日本發生衝突，但係俾佢告上 WTO 咧，我哋係輸咗嘅。咁我哋今次唔係禁止，我哋係管制。咁同時咧，以前嘅呢個稀土咧，有一半咧係非法出口，同埋走私出口嘅。咁賣得好平嘅，鬥爭生意嘅，大家間幾十間咁樣。而家國家將佢執為4間，就呢啲地方政府同埋啲走私嘅人咧，拉得嘅拉，禁得嘅禁，封得嘅封，報晒啦。咁而家我哋行嘅方法咧就係饑餓營銷。你美國咧，譬如話要1000噸咁，其中有200噸係做軍事用途，我咪賣800噸俾你咯，仲要遲啲批俾你添喎。咁你想我要嗰200噸啊？冇嘅喎，走私拉晒咯喎，咁美國佬梗唔會走私啦，使乜走私啊？揼佢啲細佬咪得啦，美國佬最叻嘅，揼自己有200噸係嘛？你加拿大50，日本50，南韓50，台灣50，得唔得啊？俾唔俾啊？實揼到㗎，係咪啊？咪又係走私，不過喺加拿大用嘅走私戰艦運過嚟，俾美國啲走私戰艦接收啫嘛，點解唔得啊？咁同埋一個好高明嘅地方咧，我哋係唔禁啊，同埋冇加價。我哋其他啲申請到嘅大部分嘅人咧，仍然係買到嘅，而且用我哋嗰個價錢嚟買嘅。咁而家特朗普咧就揾咗澳洲同馬來西亞就簽咗約，投資咗800億。咁喺馬來西亞想增加嗰個生產。咁其實呢個馬來西亞同埋澳洲嘅廠咧，不嬲都同日本夾咗㗎啦。咁佢生產嘅能力咧，我哋而家中國1年生產就係5萬噸，佢嘅生產能力就係500噸，有生產緊嘅。咁有都唔齊全添啊！佢最緊要一樣嘢，有啲重稀土佢係冇辦法做得到嘅，有好多種。佢而家就係想辦法咧去中國度挖人、挖設備就挖唔到啦，人或者會挖到嘅。人冇適應吸住印㗎嘛，咁佢一挖到都唔出奇，又高價係咪？咁但係到佢生產咗出嚟個成本就好重㗎啦。咁我仍然有得賣喎，平過你喎。咁我可以今日中意唔賣俾你，聽日你生產到我咪賣平啲，批晒俾你咯，頂死你為止咯。下一屆嘅政府仲有冇津貼俾你啊？唔知喎。你生產到咁貴，我實頂到你執笠喎。啱唔啱先？咁啊，所以一路佢好，我覺得佢想追上嚟咧，我就對中國好樂觀，係永遠都追唔到。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多，請各位撳一撳個讚同埋訂閱支持一下，多謝，拜拜。